日本電影《再生家族》日文原名《箱中的羊》，又叫《盒子中的羊》，係是枝裕和自編自導嘅原創劇本長片，入選咗2026年第79屆康城電影節競賽單元，由綾瀨遙、大悟、新人童星、桑木里夢演出。故事擺喺近未來嘅日本，綾瀨遙飾演建築師甲本陰陰，大悟就係繼承家族建設公司嘅丈夫健介。2年前佢哋痛失咗年僅7歲嘅獨生仔祥。時光流走，夫婦二人仍然困喺兒子離世嘅陰影之中。有一日佢哋收到通知，話可以免費為喪親家庭租借最新款嘅人形機械人。佢哋決定接受一具根據祥嘅資料打造、外貌同言行幾乎同王子一模一樣嘅人形機械人。祥同埋機械人就係由童星桑木里夢飾演。當已故親人一模一樣嘅存在企喺眼前，夫婦內心十分複雜。機械人抵達嗰日，夫婦二人對呢位兒子嘅態度竟然南轅北轍。陰陰好開心，覺得王子死而復生，返到自己身邊，成日同機械人寸步不離。丈夫健介卻神情僵硬，難掩內心惶惑。當機械人問佢你係咪爸爸，佢直率回覆我唔係你爸爸，叫我叔叔好啦。隨住日子過去，平靜生活開始起變化。機械人唔食飯，唔沖涼，陰陰竟然宣佈自己都跟住唔食飯。健介就繼續執着追查亡子嘅死因。同時，機械人嘅自主意識越嚟越強，開始暗中聯絡其他同類，最後同一班俾人類虐待或者遺棄嘅機械人小孩會合，走入森林深處，建立屬於自己嘅族群。是枝裕和萌生呢個創作，據講係因為睇到一則報道，用人工智能重現逝者身影嘅商業服務越嚟越成為趨勢。不過呢部戲並非講最尖端嘅 AI 技術，亦唔係探討產業倫理，而係人類面對一個同已故親人樣貌言行一模一樣嗰陣，內心有乜嘢反應。箱中的羊呢個日本片名取自法國作家安東尼聖修伯里作品《小王子》嘅經典橋段。故事入面，小王子請飛行員畫一隻羊，但畫咗3幅畫作都唔合小王子心意。最後飛行員畫咗一個盒子，然後同小王子講：你想要嘅羊就喺入面。雖然見唔到羊嘅實體，小王子滿心歡喜，因為佢喺個盒度見到自己心想要嘅模樣。寓意係有啲真正重要嘅事物需要用心感受，而唔係肉眼所能看見。呢個意象投射喺電影入面嘅機械人祥身上，佢係機械人，亦係承載王子身影嘅幻影，父母思念嘅具象化，同時亦係一個初次認識世界嘅孩子。與其話佢係現實中嘅 AI， 不如話佢更似一個空殼，任觀眾投射各種各樣嘅想像同情感，套入再生家族嘅敘事。呢個典故進一步寓意看穿表象，人類必須超越機械人呢個外在形式，先至可以觸及背後關於失去愛與記憶嘅命題。小王子入面箱中的羊告訴大家，只有用心感受，先至可以令人同人，甚至人同機械人之間達到真誠溝通同真正嘅理解。呢個就係再生家族試圖傳達嘅核心。當面對一個承載住逝去至愛身影嘅空殼，人類可唔可以透過情感投射同接納，重新學識告別同前行呢？自1995年《還之光》開始，是枝裕和嘅電影都經常探討面對失去親人、摯愛等嘅主題，好似《還之光》、《還山家之味》、《下一站天國》、《海街女孩日記》等，都係講親人離世後留低嘅人如何面對及承受傷痛。本片延續呢個創作脈絡，透過一對夫婦失去兒子之後不同嘅感受，同埋探討悼念嘅本質。
妻子欣欣無法面對兒子從此不在嘅事實，想借人形機械人彌補逝去嘅時光，甚至讓生活完全配合機械人，情願脫離真實嘅人世時光。丈夫健介無法接受機械人係因為執着於兒子唔會回來嘅現實。身為爸爸，佢一直執着追查兒子嘅離世原因，執着於追究前因後果。導演並非想將兩夫妻塑造成接納或者抗拒嘅對立選擇，而係呈現面對喪子之痛嗰陣兩種截然不同但同樣真實嘅心態。是枝裕和用建築自然造意象，將遠超人類壽命嘅漫長時間流動編入故事。建築師同工匠創造嘅建築物，人死咗之後依然存在。森林入面盤根錯節嘅大樹，我哋走咗之後都會繼續企喺度。兒子嘅生命永遠停喺過去，活着嘅人繼續前行，而冇生命嘅人形機械人牆就會觸及遠超人類生命極限嘅永恆時光。整部電影交疊住幾種唔同嘅時間維度。電影喺康城電影節同日本公映後，影評對演員表現有兩極意見。有觀眾認為綾瀨遙同大悟將角色嘅掙扎同心境演繹得好好，尤其大悟講出叔叔兩個字嗰陣，字字沉重，直插人心。但亦有評論指出，綾瀨遙喺呢個大量情緒藏喺心底嘅角色入面，演唔出深層內心戲。媽媽欣欣由一開始嘅滿腔熱切，到後嚟熱情逐漸退卻，過程曖昧，令人困惑。佢踩住電動滑板車同江之島電鐵並行奔馳嘅畫面，原本應該有電影張力，但因為情感鋪陳唔夠，觀眾實際卻毫無感覺。爸爸健介由抗拒將機械人嘅充電器比喻成高級版掃地機械人，到後嚟漸漸培養出感情。當見到對方記得兒子生前嘅習慣，熟練背誦江之島電鐵各站名嗰陣，佢都忍唔住笑，內心都開始動搖。觀眾就覺得處理得相當到位。而大悟雖然帶嚟質樸嘅生活氣息，但都撐唔起成部電影。新人桑木里夢由200幾個試鏡者脫穎而出，表現普遍獲得肯定，成功塑造似王子但又逐漸偏離記憶軌跡嘅機械人形象。機械人長喺工地收集師傅送嘅木塊，對建築產生興趣。佢亦會同媽媽扭計，輕易講出終止合約呢句說話。呢啲細節就流露出機械人特質，令人懷疑佢係咪萌生咗真實情感。部分影評認為，本片延續是枝裕和最擅長嘅偽家庭同重拾家庭基本主題。喺 AI 議題被大量反烏托邦作品包圍嘅當下，呢部步調溫和嘅電影提出咗少人講嘅問題。如果聽日嘅世界唔係陰暗凄涼，只係略顯平淡乏味，又會係點？導演用溫柔嘅筆觸，描繪人們面對生離死別嘅痛楚，同埋無處安放嘅愛，所暗藏嘅不安。機械人作為空殼，引發觀眾思考，回來嘅兒子究竟係真定係假？以人形機械人做替代品，人又應該點樣行完悼念同告別嘅過程？呢份思辨嘅廣度，正係本片最豐厚嘅內涵。本片喺康城電影節期間口碑低迷，銀幕日報只係俾咗1.3分，滿分係4分，引發熱議。多數負評集中喺以下幾點：評論批評電影敘事結構混亂，後期劇情突變，一班機械人試圖喺深山建立聚居地，擺脫人類情感束縛，風格偏向驚悚恐怖片，同前半段嘅家庭劇格格不入。故事鋪陳到機械人即將對人類發起反抗嗰陣，卻突然結束計劃，最後變成人類同人形機械人各據一方，互不打擾嘅結局，顯得半途而廢，雜亂失序。另外，唔少支線同伏筆都無再跟進，好似人形機械人無法進食、沐浴嘅設定，圍繞兒子死因展開嘅懸疑線，意外定係他殺，以及工程師中島部發現機械人背脊有手術痕跡之後，卻再無下文。呢啲本嚟可以成為劇情核心嘅元素，全部被棄之不理，淪為無頭無尾嘅拼貼。有影評人指出，是枝裕和喺本片入面展現出對 AI 嘅排斥心態。
佢將電影導演嘅創作者視角轉換成建築師嘅視角，試圖直面內心對 AI 嘅矛盾，但過程入面更加確認自己認同唔到追捧 AI 嘅人。電影結局又強行走向和解方向，呢份內心拉扯直接反映喺後段劇情入面，令成部電影困喺導演自身嘅掙扎入面，逐漸偏離主軸。技術同美學層面方面，畫面風格被指同2021年明田高吾執導嘅科幻劇情片《After Yang》台灣譯名《人造眷戀》有啲相似，但卻被人批評質感粗糙，近未來場景設定睇落反而感覺過時，開場無人機飛入港灣嘅鏡頭太過直白，夫妻爭吵同機械人墜落等場面缺乏緊張感同壓迫氛圍，被觀眾嘲笑似睇緊無印良品廣告。演員同情感張力缺乏，雖然觸及家庭羈絆、喪親之痛、生命終結等視之愈合而向探討嘅主題，但呢啲議題喺本片入面顯得缺乏張力，結局刻意營造溫馨氛圍。濃厚嘅煽情風格就有史提芬史匹堡2001年作品 AI 人工智能嘅影子，但呢種風格卻同全片基調格格不入。值得留意嘅係喺本片康城首映嘅新聞稿入面，是枝裕和坦言自己到而家都無法清晰定義呢部作品想描繪嘅內涵，故事最終抵達何處都唔肯定。對於一部競逐金鐘女嘅作品嚟講，呢番坦白或許正正說明創作過程中確實存在難以化解嘅困惑。多謝收睇呢個節目，鍾意呢個 channel請按讚、分享、留言、訂閱，拜拜。